每一天，牧师陪你读圣经。今日是1月20日，士师记2章11节到23节。以色列人做上主看做歹的事，去服侍巴力，因弃杀带因出埃及的上主，因列祖的上帝，去对四围的外族的神明，甲因跪拜，惹上主生气。以色列人弃杀上主，去服侍巴力甲亚斯塔洛，上主对因发大生气，将因交予抢掠因的人，伊阁将因交予四围的对敌。以色列人就袂当抵抗因的对敌，因逐摆出战，上主拢照因所讲、所立誓降灾的攻击因，因就非常困苦。上主兴起士师，士师就解救人民脱离抢掠因的人的手。不过因无听叹因的士师，竟然背叛上主，去对别个神明甲因跪拜。因的列祖顺坦上主的命令所行的路，因真紧偏离，无照安尼行。上主特别为着因兴起士师，因拢甲士师同在。伫士师要活地的时，上主救人民脱离对敌的手，因受压制，爱心吐开的时，上主就怜悯因。士师死了后，因越倒转去做歹，比因的列祖搁较严重，对别个神明甲因服侍跪拜，硬心毋放弃所做的歹，甲败坏的行为。上主就对以色列人生气，讲：这个子民违背我命令，因的列祖应该守的约，毋听叹我的话，所以约书亚死的时留落来的外族人，我连一族拢无要甲因赶走，因这的外族人来试验以色列人，看因肯亲像因的列祖遵行上主的道路也无。所以上主留这的族，无将因交予约书亚，嘛无伫约书亚死了后，真紧甲因赶走。伫咱的信仰中间，咱的列祖所信靠的，咱有认真伫顶头去持守也无，也咱无受外来引诱去跪拜别个神明也无。求上帝帮咱，互咱会通伫每一天的生活，拢天条伫主，互咱的对敌伫咱的面前败退，互上帝话来坚固咱。愿主时刻甲你三个伫地，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